动词来做声。一张无热讲嘅安补，一张无热讲嘅安谱，一张无屁讲嘅热讲，一张无屁讲嘅热讲，去寻一张无耳讲嘅热讲，去寻一张无耳讲嘅热讲，沙肚到一张无事故嘅下讲。沙肚多一张无事故嘅下讲，啊，做唔得啦，提示幾個啦，沙肚到沙肚多一張無事故嘅下講，一张无事故嘅下讲，乜嘅按到熱講，熱講係乜嘅？黑马该月亮，月亮嘛，月亮，月光，熱講係乜嘅？捏拱蚁蚂蚁吧，螞蟻，耳講係乜嘅？逆拱是耳朵，黑屁耳朵。講係乜嘅？屁拱，你说屁拱屁講係乜嘅？用来呼吸的鼻孔，鼻子啦。屁拱，那下講是什麼？茶拱，你最喜歡吃的下講係乜嘅？虾子，來茶，茶是茶，是茶，搶是茶。搶是茶，面對搶山情不情？面對搶山情不情，兩人丑兔說分明，六人丑兔屬分明，三人中間牛毛角，三人中間牛毛角，草木東昂有一人。草木東昂有一人。哎，看看那馬該是马该斯第二字你木東昂，哦，草字头木。哎，哇哦，好认真太哦！你好，学得怎么样？安之 C，安吃 C，安之 C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，擂茶。哦，懂后这么懂后，多擂这么多的材料，那这个是雷棒，雷棒是芭乐做的，哎，芭蕾蘇做的，对好像只能够用2種。雷棍吼，所以用芭蕾酥，含個富茶酥，哦，還有苦茶油嘅，茶油處理兩種都得用，係其他做唔得，為什麼會中毒哦。会中毒哦，哇，好，所以我们这是合格的，合格的。雷棒我想要闻看看它有没有芭乐可以啊，你的味道，闻看看啊因。为它既然是芭乐棍，都是擂你闻看看茶味道，你。觉得有芭乐的味道吗？你觉得有芭乐的蜜西吗？没有哎，嗯，真给膜哎，經驗冇，但是有有茶擂茶香味，吸收了非常多擂茶的味道。擂茶的香味嗯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擂波，啊，你们看那个一条一条的纹路，有哎，就是利用这个纹路，然后呢，再利用擂棒，把它磨碎。那我们现在放的这个是茉莉花茶叶，哦我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好。好就这样，其实很轻松。你要把它磨成碎状啊最好是磨成粉状。你们谁要试看看？有懂香冇？红试看看茶有懂香，对，我们一道香冇？一道来，因为每一道都要磨到很碎。所以要到很细很细吗？是懂 sell 懂 sell 这样子吗？对然后整个揉懂 U 懂 U 哦，跟这个擂波合为一体，然后这些就会出很多的坚果油，很香。阿公，你试看看，你平常在磨那个萝卜糕，跟那个感觉应该下班还要雷看啊，下班还要再继续上班，干嘛？雷看啊，累宽哦，用力啦，一定要照没有手方不一定向吗？。擂茶哦，又叫做自作自受茶，自走吃吃走吃酥用板杠。啊，你如果很用心的擂茶的那个沫就会很细，这样做得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的含老师老师换老师来欣賞欣賞。你啊哈，有个光专家哈，哦有输光哈，阿拉给弄还有的味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做得差不多了，做得做得哦，做得做然后我们再得。放第二个用哈利花生，哦，剃条花生的部分，我们就是要用这一步，用压的，用碾的。才抹你看碾了以后就很容易，因为如果你用敲的，这不行不行，破掉，嘿所以不能用哦，敲，不能用来来来，敲的。柳丁哥，来，我来吃看看，谁啦还有我再去力，拿一点那个哎，是，谁啦还有力，我们要拉更丰来吃富。看看哦。所以我学到的这个花生的客家话是反挑，哎，反挑也是可以的嘛，也是做得的。做的。走，因为刚刚欣赏你说的是来讲剃条，剃条客家話吼有南西煙，北西煙吼，啊有人講剃條，有人講反挑，反挑不同地方
有不同的说法哦，可多了，除了那个反正就不用海路线，还有南四线、北四线，北四线，很多不同的说法。懂熊哦。阿公，你来吃看看。哎，阿公吃看呐，你有吃饭吗？没力了。没吃饭哦，你看我已经出去好一会儿，准备哦，杏仁这个好面，欣赏杏仁的客家话要怎么说？这个我你黑你对，就招等，因为一个黑外来的话就吃这个啊。哦，黑你黑你，哇，看起来很棒哎。老板娘，你们咖啡厅啊叫窄门啊，为什么就是要设计成这样子啊？其实是有故事的，因为呢，我们家的窄门其实就像孔庙，它是一个老的建筑，它没有任何一个钢筋水泥土，是用榫接的方式，只有梁跟砖建构而成。那在很多年前也没有建筑法规，只是因为呢，我们有通往后面的后花园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留一个房子的间距。那窄门的由来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文学控，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要开一家咖啡馆，那什么名字才能够符合其名？我就想到有一本书，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得奖的一个作家，他是一个法国人，他写了一本窄门的故事。店名是这样子由来。是的，它有非常多深厚的意涵。最后一步就是这个，这个黑马根。10几种谷物，然后有绿茶粉，哇，好香！头摆你客家人的绿茶吼，其实是咸的呢，咸的哦。嘿，就种你头摆就会不用翻，韩国加肉、加菜，它就变成主食了。哦，时代变迁，现在变成休闲，对，下午茶了。所以以前像粥，有点类似我们台南的咸粥，对，早餐。其实它有一个典故，在以前哪一个朝代我忘记了。然后他们打仗，打一打他们的士兵几乎都没有力气了，赶快就去请教附近的耆老。然后呢，师傅真的就拿出这个坚果类磨成的茶，然后就给这个士兵一人一杯。喝下去以后，马上就有精神，就有力气可以打仗，打胜仗。对，打胜仗。原来典故是这样。对，你觉得刚刚擂茶有没有像打仗？我觉得蛮累的，对，而且是自作自受。对，你要细心一点，要不然你现在喝到哪有这么绵密？喝完擂茶，整个感觉就开胃了，哥。真的。对啊，好喝哦。我想吃东西了，我想是后四，给你吸。喝完这个没关系，马上有准备东西，我们回家吃我们准备的萝卜糕。好，哇。刚那个擂茶很厉害哎，现在超饿的，蛮厉害的。挨肚皮也就是客语的我肚子饿，肚子饿。对，到家了。妈有准备一些东西，待会你可以顺便学做看看。太棒了，妈！萝卜糕，挨丢赚来了。回来了，你在做你的萝卜糕对不对？对呀，你叫帮忙啊。好，挨了田素，田素就是帮忙的意思。对，帮忙的客家话。难得回来，要怎么弄？所以其实只要像那个，先把这个佐料丢下去。这个吗？不用哈嘿。这个佐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香菇、香菇，还有什么？黑米、哈米、腊肉、辣肉、红葱头、红葱头，凤虫条。凤虫条，你很有慧根，凤虫条哦，所以这些料这么丰富哎，对啊，全部都不用哈嘿，全部丢下去，好，全部都下去喽，丢了，那就下去喽，全部啦，全部吗？好，大辣的，好卖哎，正常包，然后嘞，好，然后嘞，搅拌，像做蛋糕一样搅拌嘛，对，顺时钟，全部下去啊，全部下去，好。大家把它搅匀哦。好，动作快点，动作要快点哦，不够快会怎样？直接整理快啊。不简单呢，这个不简单呢。赶快大力点，动作快点。这个哥哥，你示范一下给我看一下。是这样子哦，因为你这边会卡在里面嘛，对，所以你要把它弄散掉。哦，变成泥状这样。OK， 好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。那待会去拿萝卜来冲。好。
妈，我教你一句客家话哦，就是如果你觉得可以的，我会问你说做 demo 就是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然后你如果觉得可以，你就说做 day，做得，做 day，说得。嘿，做 day，然后你赶快。好 OK，是了。啊，那做 demo，哎，说得。做 day，哇，哎，这个真的不简单耶。然后顺时钟嘛。哎，对，顺时钟赶快，热水还没来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检查一下。我发现，我来了，等一下。好。我发现做裸配伴真的是分秒必争哎！我本来想说可以轻松做，什么轻松？你弄不好那个柜蒸起来就不会 Q 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是要加热水吗？阴阳水就是冷的跟热的。哦，来了。哦，这来明就是那个萝卜。这个时候你要全部把它搅起来。等一下那个柜就 Q 起来了。哇，融在一起了。OK， 你试看看。我来试看看喽。顺时钟。很重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为什么妈你刚刚做那么轻松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吃力。你要有一个技巧，你就不用出力啊。这个真的很吃力耶。每天做5锅，我天哪！你不用上健身房，对，我觉得这会个费可以省下。这个做完就会有大头肌了。旁边水分在泥来中间，而且要快哦，不然它粉就熟了。好，不简单。哎妈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在做这个的时候，都你一个人在弄哦。对啊，我跟哥哥啊，他忙别的，我是自己一个人。嘿呀，你那时候怎么会？像个人做了快1000条，我真的哈。这个真的太吃力了啦，哈！真的。来。下旁边。你旁边那边都没有刮到里面去，这样它会浪费掉。我应该是不及格的员工，对不对？哇！然后现在就把这个拿起来。哎。好了，拿起。嘿。然后这个时候就用这个。嘿。你下面一定要搅粉浆，它的熟度的都没有平均，蒸起来的桂冠给。现在是不是看起来就很 Q 了？现在是让它料混在一起，很香哈。OK， 好，这个步骤我可以，我来试看看，可以吗？毕竟我是要开分店的人。对。我说做 demo 就是可以吗？那你如果觉得还不行哦，为什么？你用到好，你这个盒子已经坏掉了。什么意思？要轻轻的拿着，轻不要凹下去。哪有某 Q 用？看起来就是 Q 用啊，看起来就一样啊。而且你那一块失败了。什么？明明看起来就一样，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啊。就没有均衡，这样没有滑的。懂吃，来做事。妈，说到这个开店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啊，就是这边其实本来是我们自己的住的地方嘛，变成是店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很不习惯啊。为什么不习惯？本来回来就轻轻松松要休息，现在回来，哎呀，还有看到这个要工作，要工作。我也是，我那时候超不习惯的，真的。你知道那时候我要回台北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都还没装潢，然后我7月中回来的时候，这边就已经开了，已经。就顿时傻眼，我顿时傻眼呢，我傻在门口，我还想说天哪，这里是我家吗？因为那时候下面就有很多人，然后在这边吃饭这样子。哦，开始了是不是？可以了，可以用了。好，你先看它先用一遍好。所以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装进去就对了。对，你要把它不用哈定型，把它弄平。好，拿一个这个，你先拿一个。好。反正你就做，你待会再给主考官查一下就可以。好哦，可是我发现它会黏呢。没错。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裸配伴？就疫情没有工作做啊，就想说来做个什么副业。你那时候开始做萝卜糕的时候，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懂辛苦的地方？第一次做不起来啊，然后花了快要半年了，丢了很多食材。开始是怎么样去学的？每个人都会做，都会做啊，但是口味不太一样，看好吃不好吃啊。结果跟哥哥研究起来，结果超厉害的。发现其实很多细节，例如说粉的比例啊，然后食材的那个还有调味的那个比例，然后最困难的就是跟随性人一起工作很困难，因为妈都会乱，就是凭感觉做，妈是感觉派的，对，我这个年纪都嘛用肌肉啊，对，大概做好，对啊，少许一些，但是我就是会弄成几十克或每天都研究20几克，拿去那个 7-Eleven 那些
那些哥哥姐姐那个打工的员工说：“甘老师，你不要再来了。”看到你哥哥都害怕。哦，那时候你们就喂饱了那些超商的店员们。对，没错。妈，你空一哈，那你做 demo， 我说做 demo 就是可以吗？那你如果觉得还不行，还不行哦，为什么？你用到好，你这个盒子已经坏掉了。什么意思？要轻轻的拿着，轻轻不要凹下去。你像这样。也可以啊，一根你看我这。可是我跟你弄得很像啊。很像，你这边你拉二。哪有某 Q 用？看起来就是 Q 用啊，看起来就一样啊。而且你那一块失败了。什么？明明看起来就一样，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啊。就没有均衡，这样没有滑滑的啊。而且你弄的时候这个 K 啊，你不要很大力给它凹进去。OK。这样蒸起来萝卜糕会变形啊。OK。而且不好看。你像我这块还没好。要压吗？不是压磨啦。哦 ，OK， 我觉得很难呢。很难，而且为什么你这块会失败？你要一层一层的给它磨，要不然切下去它会有。它中间会有空气。哦，所以我刚才看你就是丢进去而已。对，我习惯这样。哦，我懂了。一层进去之后，先压，因为你看它会有空隙，有没有？好。所以你知道压，就先打它就对了。对。那我知道了，就是一层一层把它用力。所以什么叫做手工？这叫做手工。哇，这个董熊呢，真的很香哎！现在这样是可以吃的了吗？还不行，待会我们还要再蒸大概1个多小时。1个多小时。然后蒸好之后，你就可以享用这个，我就可以吃这个好吃的滷配饭了，哇！吃饭了，挨肚鸡耶！哦，我肚子真的很饿。这是我刚做的吗？没错，看起来来试试看你自己刚刚做的成果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好，来，好像还不错。对啊，妈，你觉得有过关吗？过关。你吃的有过关吗？你先吃看看。我先吃看看吗？等一下给你评论。哦，我先闻一下好了。要给米西。董熊哎，那你们要吃看看你的儿子，你的拉爷做的萝卜糕、滷配饭，你尝看看。不错，我喜欢吃辣的。哦，妈妈很会吃辣的。好，还不错。好吃。怎么样？我做的如何？有 Q。有 Q 吼，可以卖吼。可以。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吗？好吃啦。好吃吼，哇，我过关了。就是松了一口气。吃下去哈。那不连嘴巴，它会很滑顺，就是你在抹的当成够重的对了，那个时候有均衡，均衡所以糕做起来很滑顺了，真均匀了。哥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我有过关吗？可以去开店的，还不错，60分。哥哥比较严格一点点，你要维持好品质。那我现在要来看看第2个。哥哥做的汤糕了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猪肉豚骨汤糕哦，竹蛹，所以它里面有加那个高丽菜嘛，对，下去炒过，所以它会有炒的那个香气，这样子，虽然还蛮有香气锅气，但是它也蛮清爽的，然后这道菜我们在刚刚开业啊，然后有个小姐，她就很奇怪，她大概3天。2天就会来一次，然后他每次都点这一个，然后我到最后一次我就问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小时候他阿嬷有煮过很类似的，阿婆的那个味道，煮过很类似的，他就每天大概2、3天来一次这样，所以我一定要来尝看看哥哥做的这个猪肉汤糕哇！有一次一个差不多30几岁的女孩子，她带着一个很老的欧丽桑，就是她的阿公。那一天阿公吃的最高兴，就是他90几岁了嘛，他吃到这个萝卜糕哦，他吃到这个糕，
我吃了，我阿公今天最高兴就是吃到这个萝卜糕，真的让他游了1个星期，到屏东到哪里去的店，阿公出的东西都不会很高兴，只有来在这里吃了萝卜糕，很高兴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牙齿你要吃软一点，要软软的，而且那个口感，而且那个味道，他想起以前这个萝卜糕，他一来是吃古早味的嘛，古早味的，古早味，对啊，开始我本来以为是原创，但后来我好像有吃过味道，然后我觉得觉得不是原创也没关系，因为它也延续了一份客人以前最厉害就是古早味这样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糕丢下去煮不会散掉，对啊，就是对了，很 Q， 而且呢，第二吃的很顺口，就是我们用手工做的才有这种成果了。对，真的是很香。你试试看第3个，来，说每个人煮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。我有个问题哦，你这2道啊点的那个比例谁比较高？就是都很高，都很高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月底的时候这个比例比较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月底没有钱，月底大家没钱。这个比较便宜，是不是？我们旁边那一家卖牛肉店那个有吧？结果超搭的耶！那头家牛，那个他们家在卖牛肉的哦，他差不多1个星期来包3次。他说：“哇，你为什么这么牛肉汤糕这么好吃啊？”一个真的超级厉害，人家做这样。你这汤头是怎么弄的？这个跟我岳母学的。对，而且他是你家母啦，刘妈妈啦，他比我在广告上面一定要讲说是他们家祖传的。刘妈妈真的是专业的，你知道吗？马上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，那时候啊，哥哥跟嫂嫂不是就是爱情长跑多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哥哥不是常常不回家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都是住嫂嫂家。因为进家刘妈妈都会煮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他就是因为刘妈妈东西煮的太好吃，懂好事，他就不回家了，他就不想要赚来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哥哥这下太好了，他住到那个嫂嫂家那边去了，那他的房间我就可以用他的房间。所以我那时候每天就在想说，哥今天会不会回家呢？他最好今天不要回家。吃爆嘞！哇，真的，我妈的螺配饭真的太好吃了，吃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接下来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之前有来过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是什么？这边我跟你讲，他们的那个菜啊，就是有自己的文字，然后那个菜就是自己种的，然后你可以选你想要吃什么菜，都非常的新鲜哦。这里也离我们那边蛮近的，超近的啊！我们去看看。区，好，走。而且你看，它上面还有这个灯，有没有？还不错。但我看到的是狗狗很可哎，爱。狗狗，嗨啊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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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还有鸭鸭。对呀，什么？来了来了，来！嗨，老板。嗨，柳丁哥哥。安子 C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的阿狗，我哥哥。对，你好，我叫小琪。小琪，今天特地带他来看你的水跟蔬菜。是。所以想说，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让哥哥来体验一下摘这个温室的菜。当然，平时一般人是不可以进去，今天特别让你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真的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，走。哇，铁刚，你的温室真的很大哎。对啊，没错。我第一次进到温室里面来。我也是。对呀，而且很漂亮，机会难得，这样。还蛮舒服的。因为都还没有看到土哎。我以为会有土，没有，这就是水根。对，水根就是靠着水做介质，然后让它成长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管子里面其实都是水。对，还有包含有给它植物需要的养分，对，都包含在里面。然后阳光、空气刚好在这个温室里面就可以长大。对，没错。哇，你看这个菜很漂亮，懂讲的很新鲜，对，非常的嫩。对啊，哇，他在跟我招手。这里所有的菜都是可以吃的，没错，甚至可以直接食用，可以直接待会摘下对，没错，新鲜这样吃，因为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药，对，而且这里面其实是很少虫害，对，跟外面一般的栽种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所以我们要去摘哪一些菜呢？我们要摘菜，像这种就是红奶油菠菜，长得好不一样哦。像这种是绿的，对，都可以包肉，可以直接吃。对，然后像这个就是鹿角生菜。
哦，鹿角，它是跟鹿角蕨样子很像。对啊，然后你可以仔细看，它这个根都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纯洁。所以，条哥，我们要摘菜的时候，我们摘是摘上面的部分，对不对？下面的根是要留着的吗？哎，没有留。可是如果你买回家的话，带回家的话，你可以放在水里，它可以活2个礼拜。哦，它还会再长出来。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小时候，我们很小，就钥匙儿童。对啊，有一次啊，妈忘了放钱，你知道那时候我多惊慌吗？那董姜，我们要饿死在家里了。然后你那时候不是就打开冰箱看了一下食材，你就随便这样把几个食材拿出来，然后就随便这样弄一弄，就端出一盘炒饭。你那时候才6年级耶，我那时候还蛮崇拜你的啊，真的吗？而且是好吃的。懂吃懂吃，来主持。如果你买回家的话，带回家的话，你可以放在水里，它可以活2个礼拜。哦，它还会再长出来？不会长大，因为你没有给它养分。哦，对，它会保持鲜嫩。所以买回家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再去料理，这样。对，它可以放在冰箱。像我们一般，我们的菜回去，它可能几天就萎缩掉了。对。可是这个你就让它根有吸收到水分的话，它会保持鲜嫩。啊，也不用冷藏。要冷藏，就冷藏，然后有水分。像我们如果长大了之后，我们会放在冰箱，让它继续存活，活在里面，然后保持新鲜。然后客人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再提供给客人。这就是水根很特别的地方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土根的话，拆起来就要马上去。然后水根就有这个好处，对，没错。我现在想到的是，这个很适合我等一下要做的料理，所以我可以一些的鹿角生菜当做我等一下的食材，对，做对吗？可以吗，老板？可以。哦，太棒了！那还有什么菜我们可以来？那像摘一下的这个，这个红奶油，菠菜。哇，这个摘也很轻松。我本来想说要土里面还要拿起来弄土，就这个是直接拿起来就。所以条哥你说的摘其实就是这样拿起来，没错，就是这样而已耶。这个也可以的，但是这个的根很长哎。对，没错，就表示它很健康。哦，根长就很健康。对。那我们已经拿起来了，还可以再放回去吗？也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你只要让那根部吸收到水分，它就可以自然的生长。我想说这根有点长，我们让它再回去一下下好了。OK 的，好，再来种看。前面这个颜色比较深的，这个是什么菜？这个叫红橡木。红橡木，对。哦，红橡木，上菜。是。这个也是生菜嘛？没错。可是你这样子够吃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属牛？如果整盘都是生菜，不太 OK 哦。我 OK， 没问题，尽量采。好，做对，哇，懂腔，很棒。我觉得那边看起来这个很好吃。这个吗？啊，这个不错。好，刚说这是奶油菠菜。奶油菠菜，来一个。好，来，哇，赞，再来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不错。这待会可以当食材。来。哦，太棒，好，哦，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哇，太棒了！来，我这边有准备刚现采的生菜哦，谢谢，整批后嘞。好，哥你先吃，我直接这个新鲜的，对，厨师都是直接用手来试。专业，怎么样？咪西如何？很脆口，很脆吗？那我要学你厨师的吃法，我想要吃。刚刚说这个是什么菜？红橡木也是莴苣嘛？是，也是莴苣。这个不太一样。叫牛血菜。这个刚刚不太看到。对，这也是我们农场里面有种的。对，吃下去那个水分就在嘴巴里面这样喷开来。是，没错。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这个味道不太一样。这味道不一样吗？我要吃刚刚那个牛血菜。牛血菜。对，还有点咸味，自己带的一点咸味，对不对？不太一样。有点咸，有点那个咸咸的感觉。你试看看刚那个莴苣，哪一个？对，这保证新鲜的。我可以每天吃这些生菜，没问题，就是会非常的健康。对，大概知道待会要做什么料理了。我也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好，条哥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些菜来做料理。没问题。好，做一道好吃的给你吃。好，走。
哇，哥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一起做菜哎，真的耶，我是觉得有点紧张啊。你都有在店里实战过的经验？没有，我今天你是主厨，我但是是二厨。战败的经验。干嘛这样说？我们今天很重要哎，我们今天是要做给妈妈吃的哎。对呢哈。你觉得妈妈她平常喜欢吃菜还是吃肉？我妈吃肉比较多。对，妈妈很喜欢懂好吃肉。懂偷私用，所以他很少吃菜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刚好难得有这么多这么棒的生菜，我们就给他做一个生菜料理。然后我在想啊，因为刚好我是柳丁嘛，所以我们这个沙拉的酱呢，我们就可以走一个极酱的路线，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。哦，好，对，给炯。然后呢，主要食材的部分呢，因为妈很喜欢吃虾子，就可以把这些哈工放在沙拉上面，看起来就很丰富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来处理虾子。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喜欢做菜这件事情？也没有喜欢啊，小时候被环境所逼要做菜。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小时候，我们很小，钥匙儿童。对啊，然后每天妈跟爸就会留个300块在桌上，然后我们就是。你确定有那么多吗？不然就是200。以前物价没那么高，100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有一次啊，妈忘了放钱，你知道那时候我多惊慌吗？那懂姜，我们要饿死在家里了。然后你那时候不是就打开冰箱看了一下食材，你就随便这样把几个食材拿出来，然后就随便这样弄一弄，就端出一盘炒饭。你那时候才6年级耶，我那时候还蛮崇拜你的啊，真的吗？而且是好吃的。对啊，你有自己去问师傅怎么炒吗？还是说你在旁边就偷学？那时候最喜欢看那个电视节目、料理综艺节目。哦，对。然后他们都会做很多，就是炸猪排饭啊，或者是咖喱，然后就会大概记一下内容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所以有时候有做那个炸猪排，你应该有吃过。我吃过。我的虾被开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这里。接下来鸡酱、盐。哦。味里。哦。可是极酱是有点甜甜的，所以你的那个酱会有点甜，有点咸的，是吗？咸甜，然后有点微辣，然后花生酱。哦，你还要放花生酱？对 ，OK。酱油是增加它的咸度还有风味啦，但是它不能太多。2次，2比1哦，比1，然后少许 ，OK， 然后看味道够不够咸，再加盐巴 ，OK。米令2匙，1匙，好。Tell you， 1/3就好。哦，1/3有这么少？这样做对哈？可以，做对。好。接下来你拿出刀是要干嘛？你要准备切刀了是不是？是你要准备。OK， 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个故事哦。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店里面呢，就是有很多的备料的那个食材，然后我们不是都会下课，我们就会先跑去店里面等晚上开店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次，因为那天买超多辣椒。然后我就在那边玩那个辣椒，然后我们拿那个辣椒当剑，在那边玩，然后我们玩完之后啊就没有洗手，我就去上厕所，整个就精神都来。那天哇，精神都来了，哇，那天整个很火辣，你知道吗？吓到，非常火辣，哦耶！这个也是切碎末，我知道，你来弄这个，我来切碎末，这样子。又把最困难的交给我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子。没关系啊。我认真问你哦，你觉得我每次回来帮忙，以前在海产店的时候啊，是真的有帮到你的忙吗？我真的有填速到你们吗？就是救星啊。怎么说？过年的时候会很忙啊，多一个人手就。过年真的很忙。我觉得我的蒜末好像可以嘞，差不多可以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可以。好，那我把它倒出来咯。好。哇，好滑顺哦。然后你待会就准备煎虾子。好。对。好了 ，OK。来咯。让它等一下温度上来 ，OK， 但你还是小火这样子，就让它痛快的，就这样，然后它慢慢变色。对，那其实我是想要让它用一点蒸的做法，所以要锅盖吗？对，其实你可以盖一下盖子。OK， 差不多了哈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打开看看。哦，各位观众，哦，这颜色懂讲哎。对啊，你有闻到香味的时候，你就开锅，很香哎。这时候大概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太久的时候，虾子就老掉。真的？对。然后嘞？然后把你的生菜放到你的碗里面。我先把火关起来。先关起来。好。然后生菜，哇，超养生的。OK。
然后因为听说你很会画画，还是美术班的，发挥你艺术的天分。刚刚那个摆盘呢，我是希望说就是大吉大利，所以我就让虾头尽量都在中间这样子，就是让它全部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。最后一次把它塞在这里好，还是你要这样？然后你把里面的这样好了，酱汁淋上去，直接淋上去喽。对，好哦。一盅，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年菜，一定要来一个像那种小当家那种法式主厨的那种感觉，这样淋上去，有没有？有 feel 吗？有，哇，满分。这样子，我的这个泰吉泰利下贡焖沙拉就完成喽，完成了。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你对我非常好，因为你那时候好像误认为我是妹妹。然后呢，到了第3天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发现我是弟弟之后，你发现我是你的露台，然后整个态度就变了。我只记得跟你玩摔跤，就摔一摔把你手摔断。那个是后来，我们后来玩摔跤，然后你把我的那个手骨整个折断，然后你还被把它毒打。动次动次来做事。换真正的海产小王子要来做菜了。现在已经是海产老王子了。没有，你还是很帅。对啊，你不是号称台湾队长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台湾家长。没有人觉得你长得像陈杰宪吗？有人说过，但是吧？我们高攀不起。好，杰宪，来，杰宪，你今天要做的这道料理是什么？来做个客家小炒萝卜糕。第一个也是要请你帮忙，来，麻烦请你先煎萝卜糕啊！我直接煎吗？直接煎。好 ，OK。我有点意外，你会叫我先煎萝卜糕。走得，这个没问题。我很常煎这个萝卜糕，所以油大概这样子，差不多。好，我现在要把那个萝卜瓣不用哈稀哦，全下吗？全下。好哦，没问题。所以你小时候6年级、5年级的时候，你就会切这些葱啊、蒜的吗？对啊。那你那时候是跟谁学的？也是跟厨师学的吗？店里面慢慢看，就大概知道怎么去那个，但一样也是会受伤。其实我觉得爸蛮凶的。还好吧？没有，爸生气起来之后，其实蛮恐怖的。那是因为只是在那边玩或干嘛，就不小心。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其实很常吵架？我后来可以归纳出来，为什么我们很常吵架了？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不是在保姆家长大吗？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被奶爸带到店里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这个才是你爸爸。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晴天霹雳，我想说什么？你不是我爸爸，他才是我爸爸。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因为小时候家里开店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小朋友啊。对啊，就只好把你送去给保姆照顾。我真的是那时候晴天霹雳耶！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我瞬间我的爸爸变别人，然后我还要在那个这么多客人的面前，就是还要硬喊他爸爸，这样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太奇妙的感觉。但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应，因为就会想说，我到底现在是在哪一个家庭这样子？就换了一个新的家庭。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你对我非常好，因为你那时候好像误认为我是妹妹。然后呢，到了第3天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发现我是弟弟之后，你发现我是你的露台，然后整个态度就变了。你家都是男生比较多啊。而且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你拿那个躲避球，然后就直接往我脸上这样砸下去，然后我当场就流鼻血。真的假的？有吧？有这件事情吧？我只记得跟你玩摔跤，就摔一摔把你手摔断。那个是后来，我们后来玩摔跤，然后你把我的那个手骨整个折断，然后你还被把它毒打。对，所以你会觉得爸很凶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我觉得爸很凶啊，对啊。给我一个小碗。来，你现在要调酱汁，对不对？对，酱油在调的时候，你之后如果要自己做啊，就做最简单的比例。就是你酱油1啊，然后你的糖放1/3，煮的菜就不会太死咸这样子。我发现它有一些开始在顶讽恰恰的感觉了。确定是恰恰不是黑黑吗？我刚刚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啦，你可以继续啊。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就很喜欢欺负我？我记得。然后就有一次你拿那个躲避球就往我的鼻子砸，然后你知道我全身上下我最自豪的就是我的脾功，然后你居然拿躲避球砸我的鼻子，然后还直接流鼻血，大流鼻血，我就开始记恨1个晚上。我想说我隔天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就是被骂。
然后我就想到，好，那我就把你的书包藏起来，然后让你要去上学之前找不到。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打不赢，所以你只能对东西下手。然后我就最讨厌人家对东西下手。对，我就想说，算了，我也打不赢你，那我就直接把你的东西藏起来。你那时候找不到，你就很紧急，然后你就直接就先去学校了。然后我就心想说，太好了。等一下你到学校去，一定会被老师骂。反正就后来回来，好像你就是有跟妈还是爸讲这件事情，讲说你的书包不见了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后来他们狂找之下，我就发现你好像有点快要哭了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我就说好了，其实是我把你的书包藏在冰箱后面，我就自首，然后我就被爸妈毒打了一顿。难怪你会那么怕。对啊。而且你还记得以前就是爸妈他们不是都很晚回来吗？哦。然后我们其实基本上，我们只要如果没有去店里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见不到爸妈，他们就是都会在店里面忙到很晚，所以我们早上我们都要自己去上学。你有印象吗？所以我才说是钥匙儿童，不是，是那个时候重点是你刚学会骑脚踏车，你就直接用脚踏车载我去学校。就我们那时候刚好你要准备上国中，然后我还是小学4年级、5年级的时候，大概差不多到金华路大概3段的时候。你就会把我丢包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国中，我们又不同学校。没有，你应该要先把我载到小学里面去，然后看我安全的走进去，你才骑到国中去吧？你怎么可以在半路把我丢包呢？你知道那时候年少不懂事。不是，重点是你丢包完之后，我还要再走大概40分钟才会走到小学。哪有那么久？萝卜糕先盛起来，这样说对哈，差不多。好，就不要让它软软的， OK， 就让它表面酥脆。有一些可以了。对，有一些可以。哇，其实煎萝卜糕蛮疗愈的，我发现是差不多了啦。那你知道那个素食店里面哪一种东西怎样速度最快吗？薯条炸的最快，炸的最快，因为炸，我乱猜。烂什么啦？麦克鸡块。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太冷。你这个太冷了，我听不懂。好，我再问你一个好了，什么动物固定在礼拜2才会出现？猩猩。答案是每周2。鳄鱼。哦，你真的很冷呢。好啦，快点啊！你每次都是用这一招把到女生的吗？我突然想到一题要问你，你觉得嫂嫂喜欢你哪一点？她应该喜欢我送她花吧？哦，你会送她花哦？有钱花跟随便花。对。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真的是冷王冷王跟谐音梗王，几岁了还要认真赚钱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快点，我们下一个步骤啊，快点啊，马肚子饿了。有，不用哈嘿，3层肉哦，所以你现在选择是那种3层肉，就是油花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光这样子猪肉下去这样炒，其实也是很香哇，有哦。跟煎萝卜你就不要去动它，是吧？沙拉来。这时候干鱿鱼就可以下。客家小炒很重要，就是要有这个鱿鱼。我们家不是都会有那个扁鱼红烧，有没有？然后家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就是炸好的那个扁鱼。对。其实我每次都会偷吃，这就是开餐厅的福利。对，我就是每次走过去，我就会拿那个扁鱼当饼干这样子，卡吃，然后是沙罗来，然后有闻到鱿鱼的香味。有。对。你这么会做菜啊？你第一次做菜给嫂嫂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第一次是她煮给我吃。他煮什么？他用那个总汇三明治，他那个总汇三明治不是中间要吐司，然后要切4块嘛？对。那要怎么固定它？就牙签啊。对。然后他可能想对我太好，他料放很多，就那个插下去就蓬起来，牙签就没进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拿到的时候打开，哇，吐司然后就一口咬下去。所以你把牙签吃下去？我把牙签吃下去，然后就在学校喷血。看起来。做的呢，香味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准备调味。可以哦，那你这个里面加什么？酱油调油、糖，好一点盐。锅热的时候就下。哇，这个香味已经非常的浓厚了。现在就差不多了，因为这本身我们就有味道了。然后你也不要收太干，因为这样在炒的时候其实会收比较干一点。可是因为我想让那个萝卜糕有吃到它的酱汁，所以你在酱汁还有的时候，你有味道的时候就可以下。下的时候啊，你这时候就可以调味。你这时候加的这个是什么？白胡椒粉。拍胡椒粉，哇，这个客家小炒必备。拍胡椒粉有哦。这一步只是让萝卜糕都吃到那个酱汁。哇塞，你是我的偶像天哪！然后就可以准备盛盘。对。哇，真的很香
哦，空起来，走的。这样就好了。哇，你的客家炒肉6配半就完成了，哇！完成喽，妈久等了，终于完成。今天呢，特别为你设计的2道菜，对啊，这道叫做做的泰吉泰力下公文沙拉，而且我知道你很喜欢吃下公，我们用了那个吉种当做是它的那个，对，一定要吃他们的菜。你就是要把虾子然后放在菜里面这样一起吃，味道如何？辣辣的呢。因为我们知道你爱吃辣，因为你是辣妹。如果这个辣加下去，蔬菜会更好。你吃看看，怎么样？味道还不错哦，好吃，好吃。妈妈说好吃，不简单哦。我这样有过关吗？可以哈，这点哈。辣度都刚刚好。真的哦，我喜欢。评价很高。恭喜你，我也想要迈进了10%。我也想要吃看看。不是啊，我喜欢吃重口味的，刚好有被你符合我的味道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帮妈妈买那个干面的时候，他就叫我帮辣椒能加多少就加多少，我就知道妈超喜欢吃辣。这个沙拉吃的蛮爽口的，这个酱汁调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我再帮你加一点点。你这个有加什么？蒜头。有，就一吃就知道。对啊，有放蒜头，瞒不过你的嘴巴。专业的，很厉害，我真的要尝看看。赞！董后是沙罗来，是阿国做的，这个是客家炒妞6配半，这个是哥哥特别为你改良设计的哦。鱿鱼啊，鱿鱼一些，还有三青肉葱啊，应该要哥哥来才对啊，你夹给妈妈吃啊，这你的作品呢。3层啊，我看那个这里面加这样，这个萝卜糕好像卖相很好哦，那个色彩也不错。好，我吃看看，我先吃你的炒妞。好吃哎，很滋味，不错哦。冇简单哦。这个调味是你调的，真的调得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是它的秘方。真的哦。很搭对不对？很搭哎，有香味对不对？我没有想到那么搭哎。比真的超过100倍的好吃。等一下，它的评价也太高了吧？可是本身我们的萝卜糕的条件就很好，里面的干酱都已经很好吃，可是加外面这一层哦，哥哥调的味道的那个干酱咸度有一点酸甜，这太好吃了，董和是吃呢，这个其实香气很够，很下饭呢，它冷调也很好吃，你下次可以推这个，菜单。所以结论它是好吃的。对。啊，那你真给董后是真的这样。董后是。对，我们今天学到有一个客家话，就是好吃就是好食，所以就是董后是。妈你说的是董后是。董后是。啊，董锵，董后是董锵。哇，今天这样子我们一起录影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啊，很幸福。我在台北真的也是非常的。上忙，其实每次只要转来台南呢，我就会觉得能够吃到家里面的菜呢，我就会很幸福，很谢谢有这个机会，然后可以跟阿公还有跟妈妈一起来做菜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经验真的很难得，这倒是真的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。很少跟你做菜，对，真的想家，肚子饿就回来真的随时都会想要吃，对，随时马上有对了哈。塞到你的嘴边去。没错，不好回来的时候工作比较多，就帮你寄上去，可以帮我宅配上去，可以帮你宅配。对呀，现在很方便。那真正希望我的妈妈跟阿公呢，可以身体孔天，每天心情都很好，懂欢喜，太重要了。这个心情很好，很重要。没错，心情好才可以做出好吃的料理。对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对啊，好，我们把你的这么棒的料理把它吃完吧。早先听我背，
你跳啦，根本应爱去，乃为做事，安做 everybody， 会开用笑面哦。俩下马路风，车安多，有人行动行，有人无方向，安多故事随时发生。